嘿，大家好，我係 Dorothy，歡迎嚟到馬場謎語。上次提供嘅青春力量跑第8咯，仲要落大飛，真係火滾到爆，唯有再搵機會報仇啦。嚟緊星期3跑谷草9場賽事，小妹我都有心水馬推介，咁大家留意翻，我都係會員用翻自己賭馬方式去做推介，以馬場鐵三角、馬主、馬房同埋騎師角度去分析。如果對我個睇法有興趣嘅話，大家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今次我會推介嘅係呂健威馬房，佢出4隻馬，分別係第4場勇敢歡欣、第7場三才鬥士、第8場傑出漢子同埋第9場勇敢巨星。唔好以為馬少少呂健威冇料到喎，其實暗藏玄機㗎。林健康先生同夫人名下嘅勇敢歡欣同勇敢巨星就係一對同馬房同馬主嘅同主馬，王牌座落於金城江嘅勇敢歡欣同埋希威森嘅傑出漢子身上。望落呂健威好似幾照顧金城江咁咯，比騎勇敢歡欣同三才鬥士益咗去馬定穩嘅練馬呢，係勇敢歡欣上場谷草1000，尾段做23秒24，表現唔錯。今次6檔起步，同長惡馬有電源之區、快博、越進之己、電信龍區同埋飛王。勇敢歡欣要進步再多啲先夠早咯，起碼未龍。三才鬥士作為半隻包裝係1000磅鬆啲馬，明顯都係長途發展1650。今次睇嚟都係試馬觀望個走勢。呂健威倉我會賭佢尾2場嘅傑出漢子同埋勇敢巨星，兩隻本身都係有賽績啦，同埋用嘅騎師都係本地嗰班人，賭開賭熟，唔使估太多嘢。勇敢巨星唯一係9檔起步，巴道要睇下條友鬼有咩心情啦。希威森手風未順，不過佢屬馬性。傑出漢子佢騎14次有10次上名，你都咪話依個數據唔誇張。以呂健威依一個陣勢，我會投注咗尾2場 Win Pay 過關，同埋最後一口嘅孖寶，睇下最終跑成點啦。各位多多支持馬場謎語啊，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下次見，拜拜。